汤街龙潭有一个技校咧掠芳的时阵，结果互虎头蜂甲叮着，送病院全救无回来。虽然讲伊事当时是有穿防护的装备，不过有关是发生了意外。这专家是提醒讲，秋天的尾期就是蜂上介济的时阵，所以民众就要特别注意。 看到救护车到位边的义消赶紧下手，因为另外一个义消同事伫困时，互虎头蜂叮到。我有听到消息啦，说好像那个人好像被 over 掉了，怎么这么快就 over 掉了？之前你们有看过那个虎头蜂吗？没有。桃园市消防局第4大队龙潭义消分队13早起接到119掠蜂通报，到滨镇区一间徛街进行虎头蜂收扳毒行动。尽管2个人穿擦装备齐全，无想到蜂群一直攻击。36岁信患队员双手骨缝跌到伤昏倒，紧急送医不治死亡。主人被虎头蜂叮到啊，肿起来，他自己骑车去打针，他就叫那个消防队的派那个义消来，就在拆那个被他叮到，然后就口吐白沫啊。会怕吗？会啦，怎么不会怕？出人命呢。 另外一个义消讲，当时处理的虎头蜂收真大，专家提醒准正是秋尾，刚好是蜂群上侪时阵，掠蜂过程中装备一定要开始穿好，才法度降低作业的风险。如果你的袖口没有把它包紧，例如说没有说胶带把它包紧，还有你的鞋子没有把它绑紧，那有可能会从袖口、鞋缝啊，或者是这个领口的地方会钻进去，那这个就会造成蛮大的风险。对我们来讲，非常难过。我们会尽量的争取，就是保险上的理赔及争取抚恤。 桃园农业局讲，掠蜂掠蛇业务2015年由消防局所予农业局办理，不过农业局是委托义消防室来执行任务。市长张先生也下令全力进行护卫甲协助善后，未来会加强队员的安全维护甲专业的训练，希望危险的代志莫阁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